准时收看福喜来的节目，我是钟意群阿群妹，恭喜大家好新年，恭喜天公爷就是年30了啊！啊，下一步啊，大家听说要准备当澎湃的东西，当澎湃的菜，大家要来食团圆饭了。古时候啊，讲到你客家人讲爱食的东西，切对做唔得社会系嘛个？哇，就是鸡盘啊！讲完听说爱食鸡盘啊，爸爸妈妈全部就懂无限，就系啲无限要团圆饭爱食的东西。唔过讲到呀鸡啊，算来鸡有嘛个无共用，你食到当到品种无共的鸡。唔过啊，鸡的咩心情？鸡的心情咩有动态的无共用哦。今日就要来同大家来小嘅一只当后生的小阿妹嘅，佢同家嘅乌卡人啊，共下喐当到雞，哎呀，條雞全部就當快樂哦，新來歡迎你來快樂咯！今日來分享今日嘅來賓，歡迎曼琪，歡迎你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曼琪，今日對歡喜來到呀，歡迎來到 A 節目現場，係一隻講細妹耶，對不對？很漂亮，是個美女來着。所以美女養了懂快樂的雞，到底這個快樂的雞，你要怎麼去定義它快樂？對。一般来讲啊，牧场饲养蛋鸡，我们家牧场是饲养蛋鸡嘛。一般讲牧场饲养蛋鸡都是笼养的。那一般小规模的牧场呢，大概15000只就算很小的规模。那大规模可以来到10万只。哦，那都是笼子养的，都是笼子养的。这是一般我们看到的，可能就会懂谁在这个笼子里面可能养了1只甚至2只的鸡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牧场呢？我们牧场的规模更迷你，我们牧场只养了近5000只的鸡，那我们全部都是采放牧饲养的。放牧就是鸡没有关笼子哈，鸡没有关笼子，所以它是随便跑的。它是放山养的。哇，所以是放山鸡，是一种放牧的概念。人家游牧民族放羊、放牛，你们放鸡。对，那一般我们的放牧鸡呢，它是。等于说我们是顺应鸡的习性，对，鸡它也是动物，也是一个活生生的动物。那它需要展现它的动物的本能，它有一些动物的行为需要展现。比如说鸡它是杂食性的，它要出去觅食啊，对，它可能今天吃蚯蚓、吃小虫，但是它可能明天会想要可能随便吃一些什么叶子啊，对不对啊？对，它有觅食的需求。那它鸡有爪子，鸡其实爪子它要抓东西哦。它要想要抓东西，然后想要抓沙子，想要去抓虫。那这是，然后鸡有翅膀，其实它要飞高。对。那我们放牧的方式是让鸡可以展现它一切的动物的天性，所以我们知道可以满足我们母鸡它的本能，它一定是比关在笼子里面还要快乐的。哦，古时候养条鸡嘛，之后再出去逛逛街，对，它心情就会很好，对不对？加上它产蛋的部分，一般笼养的鸡，它就是有任务的嘛，它每天就是它一直生蛋这样子。那我们放牧的鸡，我们是让鸡它在有产蛋需求的时候去找窝。去找到产蛋巢，然后再产蛋，所以它是一切都是顺应自然的。所以就是它今天想要下蛋的时候，几张会才会去生蛋，对不对？就不是刻意说我每天都是在那边等着它下蛋。对，那这样我想到一个问题，如果你放牧，然后又让给马去给请给熊去它想要下蛋的地方。那你们会不会很常找不到母鸡的鸡蛋？哦，不会，因为我们其实即便我们是放养的，对，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饲养管理的模式。虽然不如一般笼养的，它其实它的饲养管理模式就是
鸡会被限制住，那所有的给料给水都是由管线去供给的嘛，那通道都是很一致的。那我们放牧虽然是让鸡放养，但我们有定产蛋巢，有定一个小木屋的产蛋巢，然后它非常的隐秘。那让鸡它会开始在找窝的时候，它会进入到产蛋巢里面去生蛋。那饮水啊、饲料啊也是会放在禽舍里面，让他们就是自己去觅食。对，所以它除了可以觅食，它如果找不到吃的东西，想吃饲料也是有饲料可以吃。所以其实亚种放养的方式，它就是一种友善的饲养方式。我们常常福气来的这个节目，董家同台卡共友善的耕作，其实友善的饲养也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像放牧就是友善饲养的一种。那友善饲养还有其他的方式吗？有友善饲养，其实它是分3种类别。那这3种类别，一个是丰富笼，一个是平饲，再来是放牧。那我这3种类别分别介绍，像丰富笼，对，丰富笼，顾名思义，很丰富的笼子。对，其实它是比较大的笼子，跟笼子里面有供给鸡的一些设施，有爪爬设施跟栖架，还有产蛋区。对，但是鸡它是关在笼子里面的，还是关起来，所以它的密度是一只鸡要有700平方公分的空间，所以它是有一个规则，就是如果你是要丰富笼的饲养方式，一张给它要有700平方公分，700平方公分的空间。对，那像所以它其实饲养密度会比较相对对，相对比笼养松，但是比我后面要讲的还要再密度再高一点。那像平饲的话呢，它是让鸡不关笼，然后但是待在鸡舍里面生活。那它给予鸡的空间是一只鸡要有800平方公分，800平方公分的空间，那密度又稍微再低一点。那放养呢是至少是这个的2倍空间啦。那我们放养是2倍哦。对，那不仅我们要有室内的鸡舍让鸡可以遮风避雨嘛，那我们一定要有户外的放牧区。那户外放牧区其实很重要，是它要有一个很棒的生态啊，我们有种树啊，哇，让它可以直接飞到天然的树上，对，它就真的是像个鸟一样。对，鸡的始祖本来就是鸟嘛，所以它其他行为都是跟鸟类一样，它需要飞高，那它会在树上栖息，会在树下有那个树荫休息。古时候啊，其实你看那呀，饲养的空间就冇共用的，而且其实不止饲养的方式、空间不一样，糖公鸭的连给色类东西也跟人家不一样哎，而且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做空白饲料。到底为什么饲料可以空白？对，很多人可能有听过，但是不了解说什么叫做空白饲料。对，那其实空白饲料是牧场会请饲料厂碾碎那些谷物，然后制作鸡可以吃的那种大小，可能是粉状的或是颗粒状的饲料。对，好，每个牧场都会有。那空白料又是我们专门请饲料厂，用独立的生产线。独立的生产线制造我们饲料。那为什么这个生产线一定要独立呢？还有一个是独立的专车，这2个要配合在一起。专车跟生产线都必须要独立。对，为什么它一定要跟别人不一样？因为比如说有些牧场，如果他今天机制状况不是很好，他可能会要求饲料厂说，帮我添加抗生素，还是添加药物，或者是添加他们其他需要添加的东西。那我们请饲料厂用独立生产线制造空白料，它就不会跟这些牧场有交叉污染的问题。等于说我们明明就没有加药啊，但是别的牧场加，如果我们交叉污染，就不小心就有掺到药，就不小心就有吃到。古手啊，刚刚曼琪有说，其实这些鸡吃的饲料很多是被添加了一些抗生素，因为以前我们都听人家说啊，要做给了打针，帮它注射，帮它朱砂，可能朱砂一点有抗生素啊，或者是生病的时候注射。其实好像已经不是用注射的方式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注射的那个阶段是小雏鸡，它要打疫苗。疫苗其实也有很多种方式啊，但是注射是其中一个方式。小雏鸡要注射疫苗。对。那大的时候，我们说的药物或者是抗生素那些，其实已经不是在用注射方式了，所以都是用添加在饲料里面。对，都是添加在饲料或者是饮水里面。对，饲料跟饮水。那如果今天我假设100只鸡好了，数量少一点，100只鸡可能只有
50只生病，那我的饲料一样全部都是用有添加药物的，可能就是这样的方式，可能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你们为了避免这个疑虑，所以脱离一条生产线，还有脱离用气改检查来生产呀的饲料，还有运送你们的饲料，全部都是独立的方式。对，全部都是独立的方式，一定是专门生产线跟专门的车子。对，所以这叫做空白饲料，就是这样子来的。对，但是空白饲料，当然就是都是鸡，就是吃最单纯的饲料，就是让它吃饱而已，并没有添加有给啊，呀其他东西。但是，鸡跟人一样，如果它有一天不小心生病了，怎么办？其实我们在饲养管理都知道。我们要预防疾病，比我们要去治疗疾病还要来的比较有效率啦。对，那所以其实预防疾病就是很重要的。可是鸡要怎么预防疾病啊？比如说我们平常知道说，其实鸡的肠胃很重要。鸡它是杂食性，它什么都吃，它肠胃是相当重要。那我们平常会给予鸡益生菌。鸡也可以吃益生菌，鸡可以吃益生菌，哇！而且它的鸡的益生菌跟人吃益生菌其实是一样的道理。它是可以带走肠胃里面的坏菌，那把好菌留下来，这样其实鸡的健康状况跟免疫力都会比较好。对，那也可以减少鸡的一些紧迫。对，让它放松一点。对，那如果它真的生病了呢？不小心，如果它真的生病，我们一定选择安全用药。安全用药就是等于说它可能用药多少的期间，要让它有时间可以代谢。对，我们也要遵守一定的停药期，然后遵守在停药期之后，才可以继续供蛋。所以蛋跟肉都是要注意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蛋就是如果它还在吃药的那个期间，蛋也是都不能出货的。对，哇，有看到冇？本家按快乐的育鸡的方式啦，育出来用的鸡，育出来用的鸡啦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同大家来分享。大家又真到福喜來嘅節目現場，我係總一群阿群妹。今日嘅節目地度有請到曼琪來同大家講家的動快樂嘅雞媽，還有孵出來嘅雞卵哦，生出來的雞蛋，哇！快樂的雞生出快樂的蛋，所以我現在就要來吃吃看快樂的雞蛋哦。快樂竟然有人這樣講嗎？好，亞哈迪亞樹紅吼有2種看起來顏色不太一樣的雞蛋。那很多我之前就是有时候自己煮蛋也会煮出来，就是 no boy 啊，蛋黄外面会有一圈，有一点这样子绿绿灰灰的。其实我有想是会想过，这个鸡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甚至还有听过人家讲说里面有什么重金属的残留，是有这样子的疑虑吗？其实那个是一个迷思，而且这一个网络的传言，真的这几年大家很重视食安的问题，对，所以就会对这件事情特别的紧张。那其实像阿 Kim 拿的那2颗鸡蛋呢，它是同一批母鸡生下来的，那只是我一个煮的比较久，一个煮的比较刚好，只是这样而已吗？对，像外面有一圈绿绿灰灰的那个水煮蛋呢，其实它是鸡蛋本身的硫化物跟铁离子，原来它在加热过久的时间，它们会产生那个氧化铁，那会产生那一圈绿绿的，但是都是可以吃的。对，它是鸡蛋本身里面的东西。那我就不客气哦，可以吃。所以大家是不用担心说那一圈绿绿的啦。对，这个就真的是煮的比较熟一点的。对，所以你吃起来比较粉粉彩彩的哈。对，很多人不喜欢吃这样，但是我也蛮喜欢的。好，接下来就是这个咯，煮的比较嫩的，这个有一点点有微微的溏心的感觉。其实你煮的比较刚好的时候，它的颜色也会有一点点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但是其实那是同一批母鸡生的。但是我常常要煮水煮蛋，你知道，要煮溏心蛋的时候，常常就会煮到过熟的蛋。这个有点难拿捏，曼琪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你都是怎么拿捏的吗？这个大概如果你丢电锅，我们家都有大同电锅嘛，对，蛮方便的。外锅加水，好加我觉得2米的杯子半杯的水就可以了。半杯。那盘子里面不用加水，你就把鸡蛋放在盘子里面，压下去，计时10分钟。
你就可以把蛋拿起来丢冷水，然后剥壳了这样子。哦，因为很多人就是会，你知道蛋壳拿出来很难剥，所以丢冷水是听说是一种热胀冷缩的原理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蛋壳很难剥，其实还有一点，像我们今天节目准备的这个蛋壳也剥得花花的，它很难剥，因为它很新鲜。它是昨天母鸡才下的蛋，昨天才下的蛋，所以其实越新鲜的蛋，它的蛋壳其实会越难剥，因为它的气势呢小小的而已，比较密，等于说它在膨胀的时候它就撑起来了。那你如果给它放个，比如说冰在冰箱1个礼拜、2个礼拜，它气势稍微有点变大一点点，它撑起来还有一点点空间，可以让你蛋壳比较好剥。原来如此，所以其实难剥的蛋壳有一个原因，可能是因为给冻期很新鲜，难怪我想说奇怪，我们陈设的同事怎么没有把它弄漂亮一点？原来是因为鸡蛋太新鲜了。对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一般人去买鸡蛋啊，就会买大的啊，买小的啊，但是大家都喜欢吃大的，因为吃小的，你看一个人吃1颗蛋。那我怎么可能就只吃那么小？这个蛋也太小了吧！你看我2个比在一起，这个差距有点大哎。为什么鸡蛋会有大有小？按你冇去用的检查？鸡蛋的大小呢，它是母鸡的产蛋的阶段的不同。那其实年轻妈妈对她的产蛋比较小，所以她会生的蛋也会比较小巧玲珑。所以像阿提莫娜那个是出生卵，那个是我们母鸡差不多产蛋不到2个礼拜生的蛋，它会比较小，但是其实它蛋壳也相对比较硬一点，然后里面的蛋黄跟蛋白也会比较饱满。那比较大颗的蛋呢，是母鸡到后期它生的蛋会偏大颗一些。那我们会觉得说，那只是阶段不同，其实它的应该说可以看个人的喜好，你不用说我一定要挑大的才够，觉得很好，然后挑小的好像不够好，可以多吃2颗嘛，对不对？而且之前其实以前我看了很多报道，就是说什么蛋不能吃太多，胆固醇会太高。但是其实后来我觉得这些报道有渐渐的被平反了，对不对？你觉得就你自己还有你们家不卡饮是给丰盛，你觉得一个人一天吃几颗蛋其实都还 OK？其实，在去年的应该是去年吧，美国的营养的研究报告有说，其实鸡蛋不是胆固醇的凶手，甚至鸡蛋它可以帮助不会让血管就是造成你胆固醇负担，对，所以说。以前我们想说一天吃1颗蛋，对，那其实现在不用那么忌讳，对，我们一天可能可以吃1颗以上的蛋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多多的运动啊，就是你要不能说一直吃，然后都不运动。所以只要你有运动，你有正常的运动习惯，一天吃2颗蛋、3颗蛋，其实因为像我平常有在跑步，不要看不出来，我真的有在跑步，我有跑步，所以我可能就可以一天吃2颗蛋、3颗蛋。那你就做对偷牙这种小小的出生蛋，小颗也没有关系，因为它就是年轻的鸡妈妈生的鸡蛋，对不对？对。那除了你看鸡蛋的大小有不同，那鸡蛋的颜色也不同，有一些蛋是白色的，有一些蛋是红色的。那我们Hino会买乱的时间啦，可能就会看到底面给的就会写粉色嘞是土鸡蛋。那白色的就是一般的鸡蛋，真的是这样子的差别吗？其实它只是鸡种的不同哦。那我们牧场其实现在是鸡种混养，我们有养生褐色蛋的海蓝鸡，也有养生白色蛋的莱亨鸡。那其实它是鸡种的不同。那其实我会建议大家在挑蛋的时候，不要去介意它的蛋壳的颜色。可是红色蛋壳的颜色都比较贵耶，都比较贵哦。要严格来讲的话，深红壳的鸡，它的产蛋率是比较低一点的。产蛋率比较低，所以比较稀有一点点。是这样说吗？就整体在市场的量会比较少，比白壳蛋相对的来得少。对，但是其实这2个颜色的蛋呢，它的营养价值并没有什么不同，所以大概我觉得，如果你想要挑的话，不用从蛋壳的颜色去判断，反而要从它的饲养的方式，因为鸡吃进去是什么，鸡的生活环境是什么，其实才是它会生这颗蛋的品质的重点。古手不养用到给卵的这些因素，会影响到鸡蛋的因素。第一个就是饲养的环境，它吃的饲料。
对不对？那可能大家都不用受到，比如说鸡蛋的大小、鸡蛋的颜色，它有就真的不是熊鸭的，这些其实都不会影响到鸡蛋的品质跟营养。对，那我还有一个疑惑，就是鸡蛋的蛋黄的颜色。对，你可能啊，你看像你种红，现在就有2种颜色，2种蛋黄颜色的鸡蛋。对，那曼琪其实就是要问我说，如果是我阿肯莫奶奶会偷，你会想要挑哪一颗？我当然是选比较橘红的那一个啊。那就是说，橘红的鸡蛋的那个蛋黄是比较营养的，是比较有养分的，而且它看起来其实也比较好吃。这2颗鸡蛋呢，应该说好，橘红色的这一颗鸡蛋，那是我今天要来录影前去超市买的。然后这一颗黄色鸡蛋呢，是我们牧场的放牧的鸡蛋。什么？这2个鸡蛋的差别，你很明显看得出来，它蛋黄颜色不同。对。那其实蛋黄的颜色呢，它可以经由饲料去调配，等于说我们调配。对，我们牧场想说，我鸡的蛋黄颜色想要橘一点、红一点，我就跟饲料厂要求，那他就会帮我调配这样的饲料。所以，你去挑蛋黄的颜色，它不是一个品质的判定标准哦，因为你有可能会知道说，可能有添加食用色素的鸡蛋，但是你并不知道。所以我们常常在市面上看到的颜色比较深的鸡蛋，有可能是有色素的鸡蛋。对，是有可能是吃，可能那些母鸡可能有色豆，它的饲料有被掺了一些食用的色素，是有可能的，是有可能的。因为市面上大家也都是偏好。对，这种橘红色的鸡蛋，对，这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一个说法，但是好像大家心里都知道这千古的谣言，千古的谣言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一个结论的迷思大破除：大小不重要，蛋壳的颜色不重要，蛋黄的颜色也不重要，因为这些都不是影响鸡蛋营养的关键，对不对？重要的是鸡的生长的方式。然后其实啊，我觉得曼琪给木一真给懂游戏，他带了很多好吃的料理，那至少给木改清好，而且蛋可以吃3颗，我刚刚只吃了2口而已。接下来其实曼琪有带其他的料理，那边那个方方的非常可爱的嫩嫩的是什么东西？那个是玉子烧。对，玉子烧是我们的日式料理，对不对？日式料理，那这个玉子烧是怎么样做的啊？它好嫩哦。玉子烧它是蛋液，加上和风酱油，加上高汤，然后再看你里面需要什么配料。像我里面的配料，我就有加香菇，那你要加其他的当然也可以嘛。然后把它和成蛋液之后，用日式的煎玉子烧的锅子，对，方方的长方形的去煎出来，然后那是需要一点点功夫的，对，因为它一层一层的把它卷起来，好好吃哦，然后要把它塑形成方方的这样子，对，而且很可爱，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曼琪你们家的蛋是营养的蛋，是快乐的蛋。那接下来这个是我们的温泉蛋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温泉蛋其实你看爸爸我还小的时候，我爸其实都会跟我讲说，不要吃生生的蛋，要吃熟的蛋，因为生生的蛋会有细菌。但其实曼琪带的蛋，我觉得我敢吃，我可以非常勇敢的吃这个生生的蛋。那为什么大家会说生的鸡蛋会有疑虑呢？如果生的鸡蛋的话，是担心说它鸡蛋本身有感染到病菌，可能有感染到沙门氏菌是最常见的，对，那它会造成肠胃的不适。那其实鸡蛋它要在一定的温度烹调一段时间，它就可以灭菌。我印象中应该是80度以上，然后要烹调一段时间，它就可以灭菌。那这个温泉蛋呢，它是在85度的水烹调大概15分钟，所以它其实也经过了灭菌的，已经到了那个灭菌的门槛。哇，姑说虽然呢呀看起来是有点流体的蛋黄，但是它其实已经经过85度 C 的温度的去烹煮了，对不对？哇，姑说啊，阿權妹建議當 you careful 哦，所以按歡喜按快樂嘅記錄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同大家分享。好，大家分
欢迎又转到福喜来的节目现场，我是综艺群阿群妹。今日啊节目题目同大家来收嘅係同快樂嘅哦，一道雞嘛生出來嘅雞卵，他們也非常的開心。那剛剛阿群妹妹說咧，曼奇特別為俺準備嘅雞卵嘅料理啊，唔但像今日有雞卵好食聽聽，還有雞湯哦，而且這個雞湯很特別的，是用它的雞來，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雞。跟一般的雞有什麼不一樣？它是雞皮也是黑色的，肉也是黑的，然後骨頭呢？骨頭也是跟一般的不一樣哦。這是什麼樣的一個雞湯？跟大家介紹一下。這個裡面的，我們是依照一般藥膳雞的燉補方式去煮的。那裡面有加入龜鹿二仙膠、當歸、枸杞、草果、羊奶頭等等的中藥材。哇！那要熬8個小時。那重點是我們裡面用的雞肉，是我們牧場養的黑鳳雞。黑鳳雞我沒有聽過這樣子的一種品種，我一開始以為它是烏骨雞耶。哦，它跟烏骨雞其實有一點點不一樣。一般市面上的烏骨雞它可能是改良過，但是黑鳳雞它是一個原生種，它的樣子其實就很特別。對，我剛剛有看到照片，它整個黑黑的毛茸茸的，還蠻可愛的。對，它的身上是絨毛，比較不像一般雞是很多羽毛。它身上長的是絨毛，然後而且它的雞冠是蟲冠。蟲冠是指一般雞冠是一片，那它是一層一層一層。哦，好特別哦。然後它從整個雞冠到腳底到內臟都是黑的，但是它沒有烏骨雞來那麼黑，我們叫它藍皮黑肉。藍皮黑肉，對。骨頭呢？哦，骨頭也是黑的。骨頭也是黑的。對，那我們煮這個雞湯的時候，其實黑鳳雞本身就有豐富的膠質，那我們要連雞頭跟雞腳一起進去燉，才會讓它膠質更豐富。真的，看到那個雞，大家都知道雞皮有非常豐富的膠質，對不對？而且聽說啊，這一鍋是暖男雞湯哦。對，是我們曼奇的男朋友 TP 煮哎。對對。聽說當初這一鍋就是為你而煮的。哦。燉了多久？因為這個就是裡面用的藥材真的都是對女生很好的，而且它是溫補的，所以其實大家都適合喝。對。然後。膠質很豐富啦，然後女生就是非常辛苦，燉了很久。曼奇常常喝，我今天難得哎，基本一周得吃到，而且是用很特別的這個黑鳳雞。但是我很好奇，這個黑鳳雞的肉質，跟其他的烏骨雞，比如說跟烏骨雞有什麼樣的不一樣？一般的，因為一般市面上的烏骨雞它可能是改良過的，它會比較大隻。對。然後我們這個黑鳳雞，我們又是放山養的。它的體型比較小，然後我們需要養到半年，讓它自然的成熟。哦，對，才可以，就是來燉湯，這樣才會最適合。然後黑鳳雞它是蟲冠，等於說它的雞冠其實有很多的豐富的膠質，而且它比烏骨雞來的有更多的微量元素。鐵質也很豐富，然後膠質很豐富。但是既然這個黑鳳雞案後，中馬該第 Noboy 市面後好像沒有什麼看過，也沒有聽過黑鳳雞這個品種。沒有什麼看過，因為這個是我們牧場自己繁殖的，那其實應該。都是民間繁殖比較多啦，所以它在市面上量真的很少。因為一般可能大家愛養雞就會去養殖場，對不對？買那個小雞回來養。但是像你們的話，就是自己來繁殖這種比較特殊品種的雞。那除了黑鳳雞之外，你們農場裡面還有什麼其他的雞的品種？我們農場裡面還有養白鳳雞跟北京有雞。哈？為什麼你們家的雞都這麼的罕見的感覺？對，那像白鳳雞，白鳳雞它是也是很適合燉補的，好漂亮哦。它是它頭頂有戴帽子，它腳還有穿靴子。對，這3種雞種它都是特殊雞種，它腳上一般雞腳沒有毛啦，頭頂也不會說蓬蓬的這樣子，所以它是一個很特殊的雞種。對，白鳳雞也很適合燉補。膠質很豐富。哦，膠質也非常豐富。那像我們還有養北京有雞。對啊，北京有雞它是好像它是宮廷的指定御用的雞種。北京有雞也長得太雄偉了吧？北京有雞其實
它的体型比较大，而且它也有那个很大的帽子，对，它也有很大的帽子，然后也有穿靴子，都盖住它的眼睛，都看不到了。然后北京油鸡，它是就是好像明清时代皇宫指定的御用鸡，它是很适合，它是做宫廷大菜的鸡。哇，那像黑凤鸡的话。我要讲它一个特色，就是黑凤鸡又称叫做黑羽药鸡。黑羽药鸡，对，药是药膳的药，药膳的药，所以顾名思义，它是真的很适合炖补。这在《本草纲目》也有记载。哇，它这一种鸡种，它有虫冠，它全身到脚都是黑的，是很适合炖补的。古手尼亚布卡有非常适合炖补的黑凤鸡，然后还有刚刚讲炖汤也非常适合的白凤鸡。对，那白凤鸡的肉应该是白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肉是白的。对，白凤鸡，然后还有做宫廷菜很高级的北京油鸡。那这些鸡也是一样，都是你们家自己繁殖的？对，都是我们牧场自己繁殖的。就只有这3种品种的鸡嘛？这3种很特殊。刚刚Annie看到我手上拿的那个小小的鸡蛋，它上面其实有一点点灰灰的斑点。那个灰灰的斑点也是跟品种有关系吗？因为我在想说，可能某 Q 给他们生出来的鸡蛋也不太一样。对。刚刚阿 Kim 手上拿的那一颗鸡蛋呢，我知道它蛋壳表面有一点点，应该说是雪白斑点。对，它是有点磷钙分布不均。那其实这是每个鸡种它个别的差异。对，那其实那一个磷钙不均的部分也没有什么关系。那有些蛋壳上面呢可能会有凸点，很像长痘痘一样。对。那有些蛋壳上面可能会有花点。对。那个其实也都是母鸡个别差异的关系。那特别有花点的部分是红壳蛋比较容易出现。红壳蛋，对。那像白壳蛋呢？之前也有人曾经问过我说，白壳蛋上面怎么会有凸起来的？凸起来的是一个，然后或者是会有就是浅灰色的斑点这样子。对，会有。那其实是白壳蛋它比较容易呈现的气孔。那是很正常的，对，也是很正常的。那亚布卡有铺了呢，就是有下蛋的这些蛋鸡是也刚刚讲的那3种特别的鸡是肉鸡的部分嘛，对不对？那主要蛋鸡是其他的品种，对不对？对，像我们牧场是有养海蓝蛋鸡跟莱亨蛋鸡。那像海蓝蛋鸡，它是生红壳的蛋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，这是海蓝生的。对，然后白壳的蛋，它是莱亨鸡种生的。莱亨生的，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我学到很懂葱油就会儿童太搞来讲，真的鸡蛋的颜色、大小。蛋黄的颜色都跟蛋的营养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很开心，今天邀请到曼琪来到 Annie 节目现场，同大家来讲呀，给了有那的某 Q 用，还有一些鸡蛋的迷思，但是他讲了这么多同给相关的知识。大家知道吗？其实曼琪她本来是学传播的，是跟我们一样，她应该在这里耶，她应该出现在我们这里耶。对，那你怎么会又你知道跑去养鸡呢？我大学念传播是我的兴趣啊，就是我觉得这一块很有趣，所以我大学选的传播，大众传播念。然后后来我毕业工作1、2年之后呢，其实我从小到大有一个兴趣，那就是烘焙做西点。那所以我想说，我可以在趁年轻的时候，然后去从事西点的工作。所以于是我就回到南部，然后去做西点学徒，做了1年多。那其实在我在做西点学徒的期间，我爸一直循善诱，然后一直可能带我去参加一些有机的课程啊，还是畜产的课程啊，还是或者是说蛋鸡的研讨会。所以其实我家从小就是养鸡，我家就住在鸡舍隔壁，所以对养鸡这一件事情，其实我不陌生，也并不觉得它有很辛苦，所以我也因此就产生了蛮大的兴趣，就觉得原来从小我看到大的东西，但是我并没有那么深入去了解。那知道深入去了解的时候，就觉得蛮有兴趣的，那也就跟我爸一起，我们来转型成放牧式的养鸡场。对，所以以前不是用放牧式的养鸡方式。对，以前其实我们家我爸养鸡养了大概有30、40年左右。那我们以前什么鸡都养过，有养过种鸡，专门在孵种蛋。那有养过土鸡，有养过肉鸡。那养个最长的时间是蛋中鸡。那其实蛋中鸡它是一个阶段。
它是从小鸡养到约90日龄，可以开始产蛋的这个阶段，就卖出去。对，它叫做蛋中鸡，然后再卖给蛋鸡场，它去做产蛋的这个阶段。那我们的蛋中鸡场呢，它是开放式的，所以我们也就依照我们原本的设备，然后我们也觉得说，鸡它就是开放式的这样子养的鸡看起来很快乐、很开心，那我们就依照原本的方式，然后去完成到它蛋鸡的那一个阶段做产蛋的这一个工作。好棒哦！所以你看啊，曼奇在按定一下，按后上的一只小猫也可以看到的，休给做的用无恐龙的方式，做的摆脱传统，让给较欢喜，给生出来的蛋，大家生的没较空天。姑嫂今天非常开心，曼奇来跟我们分享要按到东西，谢谢你今天来到节目现场，谢谢。每次问各位观众朋友的时间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听的运动欣赏做运动。